就是我讲耶和华是咱的气力，是咱的顶牌。咱伫世上，咱无通倚靠的，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互咱会当通倚靠的。因为安尼，咱的心就爱欢喜，咱的心就爱快乐。咱今日会当住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因为耶和华是咱的气力，是咱的帮赞，是咱一生的救主。因为安尼，咱就来这个所在来敬拜伊，来献上恶乐。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子儿，咱会当伫上帝遐得到济济的气力甲帮赞，会当赢过一切的困难挑战。伊是咱通倚靠的上帝，咱因为安尼，咱来大声学乐，所以开声来学咱上帝，用咱知影上帝的好、美好，上帝的迄个权能，为着伊伫咱生命中的迄款的作为，咱来献上大大的感谢，甲学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满心感谢上帝你，因为你的听实在是无限的大。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成做阮的气力，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招伴。因为安尼，我要来学乐你，我要来敬拜你。我主啊，阮正下弟兄妹伫清早的时阵，早的时阵就来到这个圣殿，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学乐你，要献上一切的感谢。伫你的面前要献上一切的敬拜。主啊，阮兄弟姊妹的心，你完全了解。阮愿意来较无的心，你嘛完全了解。恳上帝，你这时阵临在伫阮中间，互阮早起的敬拜，互阮早起的祈祷，互阮早起伫这所所做的一切，阮来将这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主啊，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恳求，献上学乐，一切拢是为着上帝你。恳上帝，你这时阵将迄款的较深的较无放伫阮的心中。互阮愿意永远来听你，因为你是听阮的上帝。阮只有听你，阮只有听这位独一的真神。恳上帝将这款的听放伫阮的心中，互阮再去敬拜，真做单单仰望，单单脚步，单单献上学乐的敬拜。伫你面前安尼感谢学乐，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献这首歌，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的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我所爱，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
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你有爱主咱的上帝无？爱主这位为咱洗清咱一切罪的耶稣无？咱非常爱伊，总是一罪的捆绑，互咱常常袂记得伊会疼。当咱嘴里讲爱伊的时阵，心中有一无共款的声音伫攻击咱，伫摇疑。上帝爱我吗？上帝有甲我伫地吗？这款的声音常常伫咱的心内，伫咱的头壳内底。因为这款的阻挡，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渐渐失去。所以这时阵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知影，也是毋知影做来献上祈祷。可能上帝会当互咱知影要安怎来到上帝面前，将咱一切这款的罪所带来的捆绑，罪所带来这款的攻击、控诉，会当伫耶稣基督的保护内底，会当得到洗清。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恳求，特别咱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来献上恳求。咱看见咱的四周围有侪偶像的敬拜，伫咱的教会边仔无几间，都有一个大伫个所在。愿上帝会当掌管，互咱的百姓知影咱爱拜这独一真神。那可能上帝会当，或者的公庙，的这鬼怪、邪恶的神，因所行的神业，无得到彰显，或者的敬拜，拢无法度顺利。互上帝的掌管，互上帝的光会当照伫这个黑暗的这个世代，特别是台湾这个都市。所以咱开声为着咱犯的罪，为着咱这个土地所犯的罪，为着这偶像的敬拜，咱开声来恳求上帝会当来斩断，会当互咱有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互咱的疼甲上帝疼完全拢得到完全会当领受，咱的疼嘛会当透到天顶，上帝的恩典甲疼，嘛会当透到咱每一个人甲这个土地。咱开声来为着咱的罪来献上祈祷。主啊，阮为着阮家己的罪献上祈祷，因为咱认阮家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要赦免阮一切的罪，要洗清阮一切的不义。主啊，阮愿意搁一遍将阮每一个人将阮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主上帝，你会当用你的光，用你的真理来照光阮，互阮知影阮家己所犯的一切的过犯，阮愿意摆咧遮的过犯伫你的面前。求上帝，你用你的保护来洗清，来除去阮心中的一切款的不好的念头。求上帝，你互阮的心思意念单单上帝你。主啊，互阮逐工拢会当回到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到上帝你的脚前，来摆咧遮一切。也求上帝，你逐工将你新的恩膏，将你新的赦罪一灵赏赐互阮，互阮逐工会当行伫上帝你所爱阮行的这个道路。阮特别为着我台湾这个都市献上祈祷，求上帝你赦免阮拜偶像的这款的捆绑甲这款的灵，互阮会当斩断偶像所带来一寡无好、一寡邪恶的念头伫这个所在。互这个所在会当真做主你所喜爱徛起的所在。恳上帝你掌管，恳上帝真做阮个人的救主，真做台湾的救主，真做这个土地的主。主啊，我搁一遍将阮所有兄弟姊妹的祈祷，主你恳求，恳上帝照你的疼，照你无限的恩典来赦免阮一切的过犯。再经过县市长、议员的选举，无论咱支持什么政党，我相信咱通倚靠的只有上帝。倚靠人，倚靠什么政党，无法度改变咱
每一个人的性命。只有倚靠上帝，咱为着这执政者、新的当选的这县市长是这的议员，来恳求祈祷，互因也有机会来认捌上帝，互因知影要安怎用上帝的真理来管理因所领受的这个职分，互台湾这社会百姓拢得到安居乐业。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特别为着这个选举。会当上帝会当掌权，咱恳求上帝来祈祷，赐予咱台湾，特别唤起台湾的正教会，愿意为着台湾这个岛屿，每一个教会拢愿意为着这台湾这个岛屿来祈祷，来付出，特别是传福音的这个事工，袂当停止，互每一个教会愿意知影伫这个时代，伫台湾这个岛屿，因诚做一个教会时，因的使命是啥物货？就将福音传遍台湾所有的所在，互这个所在诚做上帝喜爱徛起的这国度。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国家，为着咱社会，为着咱国家所面对的一困境来祈祷，特别为着咱所选举了的这县市长、新的县市长、新的议员，恳上帝当互因智慧，互因有公义的心。所以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我为着阮这个国家来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咱选举了后，才选出的这新的这市长、县长，是这地方首长，是这议员来献上祈祷。恳上帝咧，互因一个好人民的心，互因有好公义的心，互因知影要安怎来好好管理所交托互因的这事务。主啊，阮相信主你若听这个所在，听这个台湾，你要改变这的一切，无论改变阮的人，无论改变阮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恳上帝，你会当互阮这个所在，诚做主你喜爱徛起的所在。阮特别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互阮的正教会会当明白，伫这个世代要诚做一个光塔，要诚做一个会当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阮所有的教会知影因所领受的使命是啥物货，当互福音会当遍传台湾这个岛屿。恳上帝，你会当互阮的国家徛起伫这个这个地球，徛起伫这个世界各国，阮有一个挑战、甲困难的时阵，恳上帝当互阮有智慧，会当面对这个困难挑战，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主啊，阮将阮的国家搁一遍恭敬拜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权，互阮会当伫这所在安居乐业，互阮伫这所在会当享受上帝你所赐落迄款的安稳、喜乐甲富足的生活。我们献上感谢，献上阿乐，为着这个台湾的局势，为着阮台湾的社会，搁一遍拜咧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权。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第二项，咱为着咱家己，甲咱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的心灵得到上帝保守，互咱无得到一的攻击，互咱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虽然有攻击来，总是咱有盼望会当赢过这一切，互咱有气力会当赢过这一切。咱特别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来献上祈祷，互咱甲咱厝内人有好的关系，互咱的家庭的成员每一人心灵拢会当得到勇敢。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的职场，为着咱伫学校的学习，为着咱甲咱的同事、甲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为着咱的财务的问题，为咱家庭的经济来献上祈祷，恳上帝当赐福。为着咱每一个人心灵，也是咱有疾病的人，咱为着这拢来祈祷，为着咱的知影，咱的兄弟姊妹中间的困难的，咱也为着伊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保守阮的心。互阮无得到好担当，互阮拄着困难的时阵，知影变哪来倚靠主。互阮有平安，互阮有喜乐，互阮有信心，互阮盼望来赢过一切的挑战。主啊，互阮改变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甲阮的厝内人有好的关系，甲阮的同事，甲阮四周的人有好的关系。互阮会当交对主的见证者，互阮会当为着阮的工课顶面所面对的困难挑战，有上帝你的带领，有上帝你美好的计划。恳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能顺境，合作阮，互阮的心灵拢当伫主的保护内底，得到勇敢。互阮会当交做好的基督徒，互阮交做会当
互人得到生命、得到活泼的基督徒。哦，主啊，恳上你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伫你面前即款的为着阮家己的祈祷，恳上你垂听，来照你的心意来赐福互阮。安尼祈祷，咱靠着这个生命来求，阿门。咱过来为着教会的同工甲各种的事工来祈祷，咱为着咱的牧者团队来祈祷，为着咱中市同工来祈祷，为着这所有的服侍的团队来祈祷。咱特别为着咱教会有属灵的气氛来祈祷，较无信心，咱有较无来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咱就前来敬拜来祈祷。特别为着福音的事工来祈祷。咱11月份，咱有圣诞节一活动，恳上帝会当伫这个活动、这个事工顶面，会当无论不止赐落迄款的喜乐甲平安，互咱安尼来咱透过这款的活动，会当将这个平安的福音这款的救恩会当传出去，所以会当互咱这款的事工会当真做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咱为着咱12月份有一个的事工来献上祈祷，咱酒吧内底拢有。咱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为着这个同工来祈祷，为着同工的健康，为着同工的服侍，为着同工所领受的这款的属灵的智慧。咱献上来祈祷，咱开车来祈祷。主啊，我为着阮所有的同工，为着所有的教会事工献上祈祷。主啊，我相信所有这事工为着就是要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非常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来愿意来参与这事工，也愿意来这个事工中间来见证上帝你的听。主啊，阮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恳上帝你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个合一的心。阮特别为着这个同工的首长，阮的团契首长，阮的牧者团队来献上祈祷，阮来当时同工献上祈祷，恳上帝来互伊有属灵的智慧，也互伊有熟悉的迄款的气力，会当互阮伫事业了理顶面，是讲属灵的领袖顶面，拢有满上帝你的丰盛，互阮所做的、所计划的，拢是合伫上帝你的心意。主啊，阮将阮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愿意参与这款的事工顶面，阮献上祈祷，互阮有热情的敬拜的心，热情参与的心，互阮有愿意参与伫祈祷的这款的热情，互阮透过祈祷，透过伫聚会领袖，透过团契的互相的听，互阮伫地面上，伫教会内底，就咱享受那天堂一般的迄款的快乐。我要将这一切献上恳求。恳上帝你甲阮伫地，安尼祈祷是靠着这个生命来求，阿门。你是我心所羡慕，你是我心所羡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亲亲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爱你，我主。最后，咱为着今日早起的敬拜来祈祷，恳求上帝兴旺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搁一个较无的心来较无的灵来到这所来敬拜伊互咱伫今日敬拜中间看见上帝荣耀彰显伫这所在。第二，咱为着各样各样的服侍各样的咱敬拜中间的服侍，无论是咱伫礼拜中间的这个服侍，是最后的服侍，是查经班的进行，一切拢有上帝的带领，一切拢咱顺利单单归荣耀给上帝。第三，咱为着今日讲道分享信息，随便牧师来献上祈祷，恳上帝用伊的嘴，用上帝的真理透过伊的嘴来帮助咱，来更新咱，互咱搁一遍领受上帝的活命的真理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咱开声。来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祈祷，咱特别为着夏牧师来祈祷。夏牧师今日登去平湖七美教会，底下有服侍，咱为着夏牧师伫迄个七美教会服侍，一切拢平安来祈祷哈。所以为着这今日敬拜所有过程甲咱的所领受的，咱献上祈祷。
哦，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啊，为着早起敬拜献上祈祷。主啊，我欢迎圣神临在伫阮中间。哦，主啊，我欢迎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哦，感谢上帝，你这时阵帮助阮，互阮一个单单较好的心，敬拜的灵来到上帝你的面前。哦，主啊，阮特别为着早起所有服侍同工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你，互因的服侍单单不服侍人，也是服侍上帝。啊，互阮的服侍是有果效的服侍。哦，主啊，阮为着行袂讲道，会随便无事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你使用伊的生命，啊，互伊所领受的传讲出来时，咱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啊，改变阮，啊，互阮搁一遍来当更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阮为着夏牧师伫7米教会服侍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会当互伊所所传讲的信息，互伊伫遐服侍，会当荣耀上帝名，会当利益伫7米教会的圣兄弟姊妹。哦，主啊，阮搁一遍将早起敬拜恭敬拜天主对你的圣手，感谢上帝你掌权，感谢上帝最王伫阮中间。哦，主啊，阮早起搁一遍将早起敬拜恭敬拜主你的圣手。感谢上帝，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哦，你圣神的活水都流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改变阮，互阮搁一个较无，互阮搁一个敬拜伫你的面前，互阮早起伫你的敬拜礼拜中间，看见上帝你的十字架彰显伫这个所在，互阮看见你的救恩都临在伫阮中间，互阮所听的、所领受的一切，拢咱交做芳芳的祭献到上帝你的面前。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献上感谢，献上阿乐，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起立来献上这诗歌，咱打组织伫上帝面前，咱来敬拜伊。咱打组织伫你宝座前敬拜。咱打组织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主你甲我同在。拢受事高雅的亏待，因错我行信心的山。咱当主接伫你宝座前敬拜，咱当主接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主你甲我同在。为一日你拢受事高雅的亏待，因错我行信心的山途。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袂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看你顺摊行天路。咱打主接，咱打主接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主你甲我同在。受事高雅的亏待，你带我行信心的山途。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袂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看你顺摊行天路。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袂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看你准备讲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袂差错。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看你顺摊行天，我看你顺摊行天路。我看你，我这边讲，我看你顺摊行天路。我看你顺摊行天路。哈利路亚，大家顺摊行天路无？哈利路亚。我的心啊，你都欢喜出声，学俺摇花。欧罗亚和华，用真实虔诚的心心欧罗伊，你的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加观念，他打着欧罗敬拜来为我心嘛，你就欢喜，我心嘛，你就欢喜出声欧罗亚和华，用真
信心，坚强的信心，哦罗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宽的。咱打着罗金牌来回应，哈利路亚，耶亚的君王，多将要黑为阿来奉献。我的我罗里，专一跟拜伊，已经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亚的君王。奉献，我的罗里，专一跟拜伊，你是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亚的君王，我将要为爱来奉献，我的罗里，专一跟拜伊，你是从左半米可以。进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亚的君王，我将要为爱来奉献。我的罗里，专一跟拜伊，你是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从左半米可以的进行。罗里的进行，哈利路亚，主是从左半米一切的进行。耶稣，献给国义救主，将耶上帝的力量，伊的听是福田，灯光关起。我有奉献不尽的恩典，耶稣，万边将光万里，看地也要尊贵何乐。我的心变现实，日渐减半，这地摩托点跳的兄弟。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我的主，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拜你，耶稣。献给我的救主，将给上帝的力量，伊的名是何年能光欢喜。我有奉献不尽的恩典，耶稣，万遍将我万里。要尊贵何乐的佛祖的飘来的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我的主，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我的主，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我准备我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我的主，我都用梦里的
咱的主，